梁振英，你有冇講過香港始終有一次要出動防暴隊同埋催淚彈嚟對付示威人士？有定冇？我絕對冇講過，我絕對冇講過。多謝合作。你呃人，唔好講大話。請你提供事實。呢個係我嘅主場，我係在場，有好多人嘅耳仔都聽到。我絕對冇講過。我俾多一次機會俾你，有定冇？你係捏造嘅，我絕對冇講過。當住所有嘅選委同埋700萬香港人面前，嚴正聲明，我冇提出過話以防暴隊催淚彈。可以見到啦，警方係相信啦，再次施放催淚彈。咁警方係再次施放催淚彈㗎。如果係阿梁振英先生認為我呢個言論係誹謗嘅話，我大可歡迎佢嚟告我誹謗。